支持原創音樂劇《花影夢》嘅最後一場演出，多謝晒各位，亦都要謝助大家嘅掌聲，多謝我台上面17位喺過去2個小時唱跳演嘅演員，多謝晒佢哋，辛苦晒佢哋。好，今日尾場容許我借大家以下時間，多謝一下我嘅幕後團隊，好嘛？好，首先要多謝我哋嘅編劇一劇之本盧永生，咁好聽嘅音樂嚟自我哋嘅音樂總監伍卓賢 ，thank you。咁好睇嘅舞蹈亦都要多謝我哋嘅編舞李明欣。咁另外我哋都要多謝咁好聽、唱得咁好聽嘅歌嘅歌唱指導謝瑞瓊。Thank you。好，另一方面我哋都要多謝我哋嘅策劃黃力特吹，填詞有杜永森。亦都有張楚條、李奇峰，另外要多謝我哋嘅美術指導何非凡、粵劇導師黃寶軒、燈光設計鄭禮超、燈光控制阿楊、製作經理張仲恒、執行舞台監督蕭橋、助理舞台監督郭永豪、舞台工作人員吳建峰、黃鴻基、佈景設計伍永琪、投影設計及控制何浩宏、服裝統籌何嘉敏、服裝師羅文慧、周愛賢、陳佳莉，化妝統籌朱一鳴同埋化妝師朱一鳴、曾金琪、劉嘉欣、陳允清、陳依文、劉佳。音響控制我哋嘅鄭偉權同埋音響協作周嘉怡、張宇嫣、梁天寧。另外咁好聽嘅歌曲裏面有一啲中樂嘅伴奏啦，我哋要多謝一班嘅樂師嘅，包括有高胡嘅楊劍明、楊琴、蕭俊賢、笛子黎家維、馮禮思、劍丸吳家堯、琵琶譚晴，另外生亦都係我哋嘅音樂總監負責伍卓賢，亦都要多謝我哋嘅公關宣傳公司靈活聯繫嘅。好，跟住落嚟有請我哋2位最重要嘅人物啦嚇，分別就係我哋嘅2位監製杜偉秀明杜太同埋鄺君賢 Roy。好興奮啊！不知不覺就嚟到尾場啦，但係嗰種咁嘅忐忑啊、興奮嘅心情咧，係始終如一。唔知道你哋鍾唔鍾呢個音樂劇咧？如果我哋再重演，你哋會唔會嚟啊？咁我將個咪交俾阿 Roy 佢介紹一下。我應該冇嘅，我嘅。首先多謝各位嘅來臨，希望你哋都非常愛同鍾意呢個劇，謝謝你哋。咁我想請埋我哋啲 partner 啊 ，Monica 策劃同埋啊 Fanny 出嚟 ，Kevin 喺邊度啊？好。咁今日係最後一場啦，我想聽下每個演員分享少少好唔好啊？我哋由黃建東開始先啦，嗱，俾人3秒，唔好太耐。非常榮幸可以再踏台板做音樂劇，因為我自己係舞台劇出身，讀戲劇喺香港話劇團長大，所以好多謝2位監製俾機會我，好多謝導演，好多謝作曲，同埋特別寫一首頭先我自己嘅歌係咪好百老匯 feel 嗰隻歌係好，我覺得好幸運有一首咁好玩嘅歌，多謝咁多位 ，I love you guys。今次我覺得呢個組合，我覺得大家好有愛。同埋我本身唔係科班出身，我係靠經驗累積翻嚟。但喺今次呢個跨界別嘅團隊入邊咧，大家有好多嚟自唔同嘅背景。但係我覺得最正嗰樣嘢就係大家都好肯拎自己嘅拿手好戲出嚟，同大家交換，而令到大家一齊喺個舞台度一起精彩。多謝你哋，多謝。多謝各位，我係杜小喬。呢一套音樂劇係我真係好嶄新嘅嘗試，因為要去唱跳演，佢係包含住粵曲、pop song 同埋 musical， 每一個嘅擺位都唔一樣。我好多謝每一位老師，包括Lian 老師、Liana 老師同埋 Venus 老師，仲有 Janet 老師，佢哋教我哋唔同嘅嘢。其實真係衞生好好，佢教咗我哋好多唔同嘅唱歌方法。仲有 Yoyo 啦，仲有阿賢啦、阿 Roy 啦、杜太啦。我喺呢一個音樂劇裏邊，我做咗一個我自己好中意嘅奸角，希望大家都中意呢個角色。
第一次咧參加呢個舞台劇，什麼？舞台劇係啊，係第一次參加舞台劇，多謝各位老師咧，還有朋友咧對我嘅支持和幫助，多謝你，多謝你，也謝謝我的粉絲朋友們，謝謝你們的到來，謝謝。唔知講咩好，好感恩有呢一個 project， 好感恩可以參與到，唔講得落去啦，講落去就喊啦，多謝。女主角高亞薇。我而家嘅心情咧，係啦，就係有我都被感染咗啦，就有少少唔捨得㗎開始，因為其實呢一次對於我嚟講都係一個好大嘅挑戰同埋嘗試，因為通常大家見到我都去做歌手啦，唱下歌啦咁樣，咁今次第一次可以有呢一個機會去企喺呢個台上面做我嘅粵語音樂劇。我相信其實大家都應該好理解同埋好明白，就係我同劉洋我哋兩個都唔係 local 嘅香港人，但係我哋用咗我哋自己最大嘅努力、最大嘅真誠，我希望我哋可以越嚟越好，我希望我哋都可以令到大家鍾意我哋，我希望大家都繼續支持我哋呢個音樂劇，多謝大家。好，我哋請我哋明哥。首先要多謝呢4日6場嚟入座買票入嚟觀賞我哋，同埋支持我哋今次嘅花園夢嘅各位觀眾朋友，多謝你哋。其實今次我都非常之開心，亦都好激動。咁好多謝愛啦同杜太啦，咁夠膽嘗試拉我第一次跨界嚟演呢個舞台音樂劇。咁真係其實都好大嘅挑戰嚟嘅。其實今次因為亦都好感謝各位在座好多嘅老師啦。咁我唔逐得講名啦，因為講錯時間。咁好多謝大家對我嘅指導同埋提點。咁其實今次係好開心嘅。咁雖然係咁短時間，但係我哋喺埋一齊呢段時間排練啦，同埋一齊去探討呢套劇同埋到演出完咗，今晚真係有啲不捨嘅。希望不久將來我哋盡快能夠再次上演，希望大家繼續支持《花園夢》。呢個劇能夠成功，由當初只係一個概念啦。咁我想借助你嘅掌聲，再次多謝伍卓賢同杜永森，只有佢哋先能夠將一個咁嘅 concept 去變成一個 show。多謝你哋。唔好客氣。好，咁多謝晒大家，希望我哋不久將來好快，花園夢再同大家見面，好唔好啊？